我接下嚟講嘅嘢可能會得罪半個互聯網，但真係時候有人走出嚟講幾句，係女權當道時代入面為男人發一發聲。你有冇認真留意過？有冇見過有啲男人事業有成、五官端正、收入仲幾可觀，但佢哋硬係保持住單身，唔係講緊幾個禮拜，係講緊好幾年。如果你以為佢哋係因為廢、因為毒、因為溝唔到女而被逼單身，咁你就錯到離晒大譜。事實上，呢班男人往往係市場上面條件最好嗰批筍盤。佢哋單身唔係因為佢哋玩唔起，而係佢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我唔玩。呢個唔係無奈，而係一場集體無聲嘅大罷工。點解要罷工？同你計條數。你想象一下，行入澳門賭場，可官指住張台同你講：先生，坐低玩兩手。入場費係你一世嘅積蓄，你未來一半嘅糧，同埋你下半世嘅精神健康。你問你嗌勝率有幾多？佢笑笑口咁答：根據大數據，你有5到7成機率輸到趴低。就算好彩俾你入到嗰3成贏家，入面仲有一半人覺得贏翻嚟份獎品根本唔值回票價。請問，作為一個正常理性嘅成年人，你會唔會落注？真係嗨大咗先會落去。呢單嘢點計都係搵笨實。但呢個正正就係現代婚姻同長期關係喺好多男人眼中極高昂嘅入場費，風險大到離譜。試諗下離婚率、分身家，分分鐘見唔到自己個仔女，而回報係極度唔確定。對於一個講邏輯嘅男人嚟講，面對呢個期望值係負數嘅遊戲，唯一保證贏嘅方法就係唔好入場。付出嘅惡性通脹，做一家之主變咗做孤喱，除咗風險高，仲有一點令男人心死，就係付出嘅惡性通貨膨脹。回想下阿爺嗰代，一個男人只要肯搏殺，一星期做足60個鐘，搞掂晒屋企燈油火蠟，換埋燈膽通埋佢返到屋企就係一家之主。阿嫲會當佢國王咁服侍，一家大細都感激佢。而家呢？今日嘅男人一樣做到隻職，同樣一星期做60個鐘，一樣俾晒所有開支。紀念日又要有驚喜，又要呢樣嗰樣，除返到屋企仲要做晒啲家務。但佢得到啲咩？佢最後聽到嘅只係呢啲基本嘢嚟咋。有咩好攞嚟講？你睇下阿邊個老公送咩？喺呢個年代，男人嘅傳統價值被人踩到低過地底泥。你可能要身家過千萬，先換到以前普通打工仔得到嘅尊重。而且嗰句唔該仲要係睇心情嘅。當你搏盡老命，對方只係覺得理所當然，任何有自尊嘅人都會開始問自己：我咁辛苦為乜？男人真係唔係傻，我哋識得止蝕。男人嘅大腦構造天生就擅長計數同解決問題。我哋睇住呢個世界，見到身邊好兄弟結婚，日日俾錢做奴隸，買玩具仲要過海關，一個唔該幾年後搞離婚，層樓分一半，每個月準時匯錢俾個睇佢唔起嘅吸血鬼，換嚟每星期見個仔幾個鐘，仲要睇吸血鬼面色。我哋成日上網見到啲女人笑騎騎討論點樣將男人當做人肉提款機，飲乜食，仲美其名叫做女性賦權。當所有數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男人就會啟動佢哋嘅止蝕機制。如果拍拖結婚變成咗人生最大嘅風險來源，隨時搞死你嘅財政同情緒，咁最理性嘅做法係咩？好簡單，切斷風險源。我哋唔係驚承諾，我哋只係唔想將條命交俾一個隨時可以毀咗我人生，仲可以攞住戰利品瀟灑離場嘅人。單身係男人最後嘅防線。所以下次你見到一個35歲有車有樓但係單身嘅男人，唔好用奇異嘅眼光睇佢，更加唔好覺得佢有暗病。佢可能過得比你想象中爽好多。佢嘅錢係佢自己使，時間係佢自己，情緒係穩定嘅。佢只係睇通咗呢個遊戲規則。
單身喺今日已經唔係失敗者嘅標籤。喺呢個高風險、低回報、充滿雙重標準嘅時代，單身係男人為咗保護自己、守住尊嚴，作出最理性嘅避險選擇。不過，呢場遊戲係點樣變質到今日咁？點解市場定價會扭曲到咁離譜？下一集，我哋嚟揭開呢個殘酷嘅真相。我哋下集見。